㗎啦。離開半步，雙龍出海，二虎潛藏，直衝霄漢，令人向後邊走，雙手喺空中拍實，企翻直，手向上走，慢慢向上穿。手踭到眼眉邊，慢慢趌高腳升高，然後推直手，手臂掂耳仔邊，深海名堂慢慢來，踩實，雙手放後枕，眼睛望地面，雙手拉開過耳仔，按掌向下推，環中抱月向前推出，打開畫個圓，拉返埋腳背面，放鬆抱住，慢慢起腰身。仰舉天倉，伸掌上嚟胸前，反掌向前向上，微微咬腰向後，喺手背向上推，推到盡打開，企翻直實，三盤落地，保持垂直坐落去，手腕落埋啲，順手牽羊，好抱定，慢慢起腰身，反掌壓住個波入水。一路撳落去，落到花前，然後放鬆，分開手。好，我哋做3個收息，吸，呼，再吸，呼，再嚟一次，吸，呼。然後撳邊度啊？呼吸要識，右手、左手，吸入嘅時候，小腹慢慢張，一路張大，張到最大，張到逼實肚腩，然後慢慢呼，慢慢凹，一路凹晒入去，肚腩少少俾力，逼晒啲氣出嚟，我哋再吸，慢慢張，一路張大。張到最大，張到逼實肚腩，好，然後慢慢呼，慢慢凹，一路凹晒入去。好，再嚟多次，慢慢吸，控制速度唔好快，一路張大，張到最大，張到逼實肚腩。好，然後慢慢呼，慢慢凹，一路凹晒入去。少少力逼晒啲空氣出嚟，好，然後我哋放鬆，收息。點樣收機啊？收。